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緣生緣滅，難捨難分。一寸光陰一寸金，浮沉過氣飲。他朝一別兩歡各自行。荷花已謝，但不會等。我修煉500年後離開峨眉山，因為鍾意 hea 同姐姐嚟到人世間。聽講天師法力無邊都難過情關，我哋偏唔想要變個人人吸收為玩，一味分兩支團線執於手，初計塗胭脂碎步柳腰柳，白素貞契像許公子貪佢老實忠厚，但唔知條件上勾容易難甩手。學人講嘅學人跳舞我玩得幾個人，學明七情六欲有啲嘢要信。嗰日遇到個位做好事都有佢份，我諗住撩下佢，但姐姐話唔好諗，千祈唔好掂嗰啲冇情感，樣樣都啱心水對象幾難揾，識講大話識人識恨仲要識嘆，做人真係難，過到咁多花神。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緣生緣滅，難捨難分。一寸光陰一寸金，浮沉過氣飲。他朝一別兩歡各自行。荷花已謝，但不會等。由細到大，我哋都親密無間，就算嗌交最壞，第日就會好返。但嗰次為咗個窮書生，差啲走散。千年道行佢都行，好犧牲為恩情，凡人點話？我睇到好多痴情，仲等唔到答覆僵持。為一張紙出對面兩張椅，為一棵樹放棄成個森林冇意思。明知承諾以後實變苦相思，世人葫蘆買啲乜嘢都參不透，貴人糊塗處處留情貪不夠，貴人估到溫馨提示佢不受，越動情越多愁，邊個教足智多謀，所以都係做緊一隻精比較舒服，傾得埋就繼續，隔就掟冇撐局，睇佢哋勾心鬥角，亂咁就自己又盲目，男愛不如享受孤獨，梗係啦。